不需要买那么多，拜托你有一点点的常识行不行？不是我看宋妈平时都是每一种都买。哎呦，这小伙儿怎么长得这么帅呀？卖相老好的了呀，一表人才啊，真是老好的呀。哎呦，这个就是总裁呀，真是的。哎呦，不容易不容易啊。哎，小莫回来啦？你怎么也在啊？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？说明我们有缘啊。哎呀，你们都认识的？不太熟。那你们聊啊，有空啊到阿姨家来玩。阿姨做糖醋排骨啊，特别好吃，有空来啊。好，有空来啊。没问题。走。姐姐再见。莫局长，好巧啊！七七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正好家里有点事儿，回来住2天。我太太去哪里，就不劳莫总你飞亲了吧？七七，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找我。毕竟在这里，我可比尹总熟悉多了。我太太有什么事就不麻烦莫总。放心吧，学长，都处理好了。都是朋友，不必那么客气。我们先走一步，莫总，自便。不是这个莫子欣怎么还住在这里？阴魂不散。你这事儿是过不去了。人家莫子欣老家就在这儿，人家休息了回来住2天，怎么了？而且人家和邻居的关系都处得特别好。人缘关系是挺好。你嫉妒？我嫉妒什么呀？不就是嘴甜而已，谁不会？你们回来了，妈。妈，哎，有什么我能帮您做？没事儿，妈行。叫挺顺口啊。好，你们想吃什么，妈给你们做。妈，你怎么向着他呀？妈，您今天忙活了一天，要不今天就让顾西西做顿饭？对，表现，今天你做饭。行，你们想吃什么，我去买。想吃什么？要不我陪他一块儿去吧，不然我怕他买一些不爱吃的东西。妈，今天就吃山药炖苦瓜。行，好，行。平常那个酱油呢？不对。哎，你干嘛？买酱油啊？拿这么多干什么？你要买一种，做菜也方便啊。酱油这种东西呢，买1瓶可以用很久的，不需要买那么多。拜托你有一点点的常识行不行？不是我看宋妈平时都是每一种都买。对不起，我更正一下，拜托你有一点百姓的常识行不行？那买哪瓶啊？最便宜的那种啊。便宜没好货。这叫精打细算，你不懂。哎，拿回去，快！